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Billy， 今日帶大家睇高新區唐家租戶終結者港灣新城。我哋行業內有一句說話，如果一位經紀帶你過嚟唐家睇樓，未睇過港灣新城就俾你落 deposit， 呢位經紀唔係一個負責任嘅經紀。喺呢度115萬可以買一個3房單位，俾完首期之後月供4000，你想自己做房奴定係養房東呢？我會通過小區自身、校網、配套，仲有交通4個維度，帶大家去睇清港灣新城。首先，發展商係高新建投，係高新區區屬國企。呢一國企實力同埋地位如何呢？舉個例子，我哋對華發嘅理解就係一城珠海，半城華發，所以大家可以對高新建投嘅理解就係一城高新唐家，半城高新建投。單喺唐家就有9個住宅小區，未計人才公寓，仲有11座大型嘅產業園。然之後到承建商中國建築澳門公司，中國建築喺全球係龍頭地位，係全球最大嘅250家工程承包商嘅榜首，連續10年蟬聯中國建築建材行業首位，榮獲精工品質行業金獎建築師稱號，中國建築工程界最高獎老班獎等等，所以樓宇嘅施工品質絕對有保證。再到小區設計，1樓同埋負1為停車場，2樓為空中花園，有1萬平方自持商業街 ，total 有15棟樓，2200戶。小區仲有9個羽毛球場，物業為中海物業。樓宇嘅設計為公建化嘅外立面，採用大量嘅玻璃幕牆，最大限度咁增加房間內嘅採光。所有房間都係全尺寸嘅採光窗，全戶型嘅主人房都係270度嘅採光面。就連走廊都係用玻璃幕牆代替鋼筋水泥，將採光做到極致。71平方可以做到3房1廁，87平方可以做到3+1房2廁。什麼第4代住宅喺佢面前就係弟弟。配套方面，小區自帶1萬平2層嘅商業街，小區門口就係高新區體育文化中心同埋珠海市圖書館高新區總館，行500米就到大型嘅綜合市場，揸車5分鐘就可以到達高新區人民醫院。再到校網，北京理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，高新區第一所9年一貫制公立學校，係北京理工大學基礎教育京外合作辦校第一所學校，由珠海北理工全面負責管理。小區自帶幼稚園。交通方面，小區距離金琴快線同埋興業快線都非常之近，去高新寶龍城車程只需要5分鐘，香洲嘅萬象匯22分鐘2個紅綠燈，山姆會員店只需要18分鐘5個紅綠燈。今日先帶大家睇2個積數，71平方嘅3房1廁同埋87平方嘅3+1房2廁。嗱，啱先我哋提到嘅採光面俾大家睇一睇，呢度係入戶大堂，大家見唔見到？除咗我哋入戶門之外咧，兩面都仲有採光窗嘅，正唔正？2梯6伙嘅設計，出咗 lift 之後，左邊就有2伙71平方嘅3房1廁挨埋一齊嘅。咁我哋帶大家入去睇睇。入咗門，左邊廚房。我哋而家喺實體樓入邊嚇，飯廳。咁客廳嘅開間咧係有3.3米嘅，俾大家睇睇出邊。我哋同對面樓嘅樓間距入去睇睇。右手邊第一間房2.65米嘅開間，全尺寸嘅採光窗。洗手間。好啦，第2間房2.4米乘2.5米，都係全尺寸嘅採光窗。好。到我哋嘅主人房啦，靚仔到不得了，3.65米嘅開間，270度嘅採光面。大家記住啊，全戶型都係呢一個採光面嚟嘅，正唔正？我哋喺71呢個單位出咗去之後，經過咗 lift 口，對面就係101平方嘅4房單位。但係我哋係下一條片先睇下，今期嘅主角唔係佢。咁我哋右手邊呢係有條走廊嘅。呢度入邊都有2個單位，係87平方嘅3+1房，都係下一條片先睇。我想帶大家睇嘅係咩呢？大家見唔見到呢條走廊？就係我哋所講嘅採光面。所以呢度嘅港灣新城樓宇設計呢，
係盡量用玻璃幕牆去代替鋼筋石屎嘅，盡量去增加成棟樓宇嘅採光面。好啦，過返嚟呢個87平方3+1房，睇到未？呢個係一個單邊位，成條走廊嘅幕牆都係用玻璃去代替。呢個採光面正唔正？好啦，帶大家入去睇一睇。首先睇到嘅係客飯廳，5.8米嘅開間啊。右手邊第一間房，不論大細房嘅採光窗咧，都係全尺寸嘅。客廁再出返嚟，呢個就係客飯廳，5.8米嘅開間。廚房可以擺得落雙門雪櫃嘅。再睇返明廚，飯廳隔離都有採光窗，正唔正？因為出邊係工地，所以我哋就唔出露台去睇啦。第二間房、第三間房見到未？呢啲採光面，睇返我哋嘅主人房，嗱，呢啲咪正咯。全戶型主人房都係270度嘅採光面，正唔正？呢個87平方嘅單邊位舒唔舒服？好啦，睇返我哋嘅套廁，每一個洗手間都係好闊落嘅。今日帶大家睇住兩個單位先，驚條片太長，大家睇到會悶。下一條片咧，帶大家睇埋剩低嘅單位。71平方3房一廁咧，總價係115萬。正常首期之後咧，月供係4000嘅。87平方3+1房兩廁，總價係150萬。正常首期之後咧，月供5500。港灣新城最出名嘅就係咩啊？使用率，佢嘅使用率喺唐家咧，絕對係天花板。嗰啲什麼第4代住宅咧，喺佢面前就係弟弟嚟嘅。仲有呢度嘅校網，北京理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，由珠海北理工全面接管運營嘅。仲有呢度中國建築承建商啊，質量絕對有保證。呢度去金琴快線或者興業快線咧都好近嘅，所以去邊度都方便，四通八達。仲有成個小區咧係有9個羽毛球場，你去珠海揾一個9個羽毛球場嘅小區俾我睇下。OK，呢個小區簡單咁同大家介紹咗下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揾 Billy 睇樓嘅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